台中警方最近抓到一个涉案嫌犯涉嫌甲诈骗集团骗来钱，用虚拟货币场外交易方式，甲一寡现金转做是虚拟货币，再甲这条交易呢，叫做是正常管道去换来的。警方也伫咧嫌犯的厝内面抄到700多万，当场查扣。警方来到该县嫌犯厝中，大声喊着嫌犯莫阁乱动。后续会搬进来门床底和3堵顶厝，取出一沓1000块钞票。 当场查扣728万，遗属拢是高县嫌犯协助诈骗集团来洗钱。根据诈欺被害人的汇款金流层层追查，掌握一名自称币商的吴姓犯嫌，涉嫌协助诈欺集团将骗得的诈欺赃款，利用虚拟货币不需受银行法规范，以场外交易模式来洗钱。 警表示，虽然虚拟货币有匿名性的特性，但嘛因为虚拟货币有公开的效果，所有人拢能看到每个账户、每笔资金交易流向，见到成为犯罪事实的证据，专门由新北地检署检察官起诉在案。吴姓犯嫌家中查扣高达新台币758万余元，另外发现吴嫌名下申办数十家银行账户，但是却不敢将这些钱存入银行之中。 反而将钱藏匿在家中。警方呼吁，虚拟通货开采交易和电子钱包等行为，虽然有匿名性，但真容易互不法歹徒利用进行诈骗行为。人民就要进行虚拟货币相关投资和交易时，一定要来谨慎，千万莫乱信无经过认证的表商，避免落入诈骗陷阱。记者从台中报道。